家好，我是陈竹生啊。第一这边的公司第一代我的杨过阿公内底演的是遇贤如贤这个角色。伊当初你嘛是讲你逐个月一班要我斗3天啊？你讲，你偌久无我？你讲。你拜托，你外口啥物情形，你唔知吗？哈？大家好吼，我是唐崇盛。即届的这个角色吼，特别为着这个演出，我流喙手配合着咱内底我小弟的迄个陈竹生，因为流喙手真缘投，我想讲袂当差伊伤济啦。阿公，3点嘛，幼稚园今麦要食点心吗？哦，好来，咱今日食牛奶配饼好。我的杨过阿公吼，我拄好是迄个杨过阿公，这个家其实本来是足散的，透过这个疫情，所有的人都产生变化，所有人要适应新的状态。大家每一个角色面对的问题，经济的问题、感情的问题，我感觉除了阿公啦，其他的人拢去有钱控制的啊，拢是为着生活吼，为着钱吼，安尼足奔波啊，真艰苦安尼，四个去上空上芳吼。讲你安尼扫袂使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嘉成。我即个扮演的角色是那一杰，伊是一个食到30岁阁游玩漂泊的人。伊是最投机取巧的一个人，可是他透过照顾我，其实最后他的变化最大。我要提啥唔通比，想要变嘛无得比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孔令元，我的角色是依伦。伫疫情进前，伊是一个 flight attendant， 因为伊淡薄水水，所以伊就想要嫁好翁，想要做小奶奶，感觉是有淡薄现实。毋过本地来看，伊阁是一个真善良的人。那场戏的内容其实是我的豪门梦碎，然后在计程车上，阿北就用他的方式来安慰我。水水的小姐，哦，伊人就好诶，你看。他是用一种很乐观的方式，那个乐观是乐观到我会觉得说，哦，好，不是只有我在逞强而已，我会感觉到那个温暖是真的，可是那个逞强也是真的。我们有很好的互动，然后很好的交流，大家就彼此学习成长嘛。姐姐，我要帮人饼哦。来，珍珠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孩。其实他很容易带动我只要跟着他走就可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珍珠，我就爱阿公诶，阿公会教我画图，还佫有跳舞，我就爱他。你敢有介意哥哥姐姐？阿公，我家己会晓吃。我给你请较紧啦。阿公。我的杨过阿公公司台语台这出戏是在讲疫情期间3代同堂的一个故事，其实也是疫情之下大家生活的众生相之一。看似一个悲剧的环境，但是内底呈现出一种喜感，小人物的喜感。荒谬、有趣，但是很感情的事情。请看我的杨过阿公。